们两个从机场里边走出来，很跳戏。唐探里边比较聪明，为了不让大家串戏，对吧？这次就傻白甜一点。来，开机！洗包了，洗包了！你是聊他了吗？他趴到我这儿，然后我一拍他，然后他就咬了我一口。这是不是得挤啊？别挤，别挤，别挤，别动它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用身体自然的抵抗力给它干掉。